姐姐有事相告，请讲。来知道莲花坞这是帮令姐姐寻亲之地，我家姐姐要下轿祭奠，报国喜讯。哎呀，我倒忘记了，请新娘子下轿。请新娘子下轿，请新娘子下轿。
下多我儿堂刚到换生生，化作家几等几等，你是做成了千古恨。大王饶命！大王饶命啊！你孔子昏王不到天下远，明发心在傲间。王爷边关起定的龙威，公主她你得江山，你不给本相关注同一道，正言制度做鹰犬，今日落在我的手，咱不造功命难牵。大王，有生冤造，有生冤造！我那天地生在哪里？他死今晚在西门睡牢。你这粮草掩在何方？粮草晚在东门马，可有去枪？句是这李延平，速派人下山查明。大公，三衙有个女子，你要去见大公。什么女子？我见。大公，她是今日的新娘子。什么？新娘来了！大哥，何不叫她进来，让我们看？大哥，让我们看看。两家女子问到这边，这位新娘子尽管上山来。来了，是来了。瓦郎哪里？瓦郎，娘子，哎，你怎么会到这里来了？娘子，他等女子上山何日？为了正气，灭暴逆军，爱人爱己，悔恨终生。哎呀，瓦郎，他们与你无冤无罪，你这个被害人呀，死尽悔万年。瓦郎，此处能给上不为完，快向大王举过境，举他放你下山，据为逆军兄弟。大王，请大王放我下山。什么？放你下山？是啊，大王。
王，我生此番下山去，两件大事定办理。第一件愿为山寨送粮草，第二件君为这家好兄啊弟，从此做老责任，离婚所得点费。你空空不明，谁能相信？我可把新娘子留下来作为臣家。大王，完了！为了取信大王，我也只好留下了。娘子，你的大恩大德永世难忘啊！完了！万能夫妻无此此意，娘子，快去吧。大王，有生愿将娘子留在山寨作为臣子。据大王借他一股立功所在的机会吧。下官沙龙化招，难道大王敢道？来呀！有。你完了！不好比金公子鸟可忙于天光明路官府报案把曹举步有决心回。南沙山中好年轻。当落花定不忘，新娘舍赠曾见不，何不快到关边也罢。孤城自有孤城路，人不为君，天知地明。有个樵夫，这是往人家给他送信来的。带上，是带上。见过大王，什么事？快讲。有位瓦公子体谅我3两银子，命我让张启大王送一封邀请书信。暂且领下，大王快来！谢大王。燕弟，信中写些什么？快快与我念来。
大圣靠天命，两件大事一无成。趁这时差4秒6，教化听听走走了。奉送大王廖九章，也只秀出作品者，无此地检测。这么办？王爷的在速去后营挑选精兵，交张下山，准备前劳救人。是李彦的，速派人下山与王爷取得联络。赵彦的，速速召集人马星夜上路，作为粮草。是。大姑。好，我即刻就去。三嫂，好好照看这位新娘子。哼，还照看什么？我快把新娘子先杀了，放下我新娘子后。回来，原有的再有主，怎可滥杀无辜？大哥，那华人杰抛弃了这位新娘子，我们怎能再去害她？哎呀，你想想，三嫂是怎样死里逃生，被跌上山贼来的，还有众位姐妹。
好弟弟，我们这些穷汉子虽苦，可女子比我们更苦啊！好了好了，我去就来。可是这位新娘子长期留在山中，总不是个办法吧？是啊，我倒有个主意。哦，什么主意？新郎官先当扮起来，对，你把这新郎布置起来。好，对。荒唐荒唐真荒唐，众兄弟比我真心多心肠。今年儿子把同的同过一较量，患难兄弟同情你，众人做事难违抗，喜事了，监督接近下修书，我真心娶她也不妨，神色姻缘前世定，莫非我应该与他配鸳鸯？小姐，今天这场喜日，简直兄弟们做的主，我也是身不由己。既然是此，也只好是了。哦，来，幸福。你呀，你不要瞎着眼睛小看人，若是个堂堂好汉有名声，你把根草渐为刀枪剑戟样样精，我朝见应官不必。
早早为三里，举牛脸抱得清巴里，贤弟。小心，来，我请你一回。你不许过来！来，哪管破路，牛脸喝酒也是。不，我是请你喝酒啊！我的冤死也不足强盗，早定谁是强盗？我们为了自对父母，逃犯三贼，反成了强盗。那些你的百姓欺压无辜的官官奴隶，他们才真正的强盗。你把我帮你委屈，你是什么？我帮你委屈。这是真的吗？强你的孤儿不定，捆绑不成夫妻。来呀，大哥，你去命那教父，即刻带领这位小妾下山去吧。你休得多言。小姐，刚才之日也别狗血，你下山去吧。慢，拿去。什么？这是你那瓦郎请我的凭证。休说！为我民间。
玉莲，我的儿你是谁？还是弟弟，女儿那又是呀？你玩我的？真的没有事啊！弟弟，你来看。儿啊，弟弟，儿啊！弟为
想到送你下山的弟弟。我自前在到县城，好心他往接我，悬崖才能连丝草，他为我一过来不谢忱，好打好玩好快乐，好言好语为我你。弯月上的黑回，如松下在泥泞。我来到北去催生一色情，不与我惜别怒气风。哪有老虎不起婚，哪有强盗不断情。这是真的吗？弟弟，父亲，你要听有脸做怎了？好，请吧就好，请吧就好。儿啊，儿啊！孩子他们来。老子家的小女儿成年，不顾廉耻，害我进家门风，这个真小人啊！好人，报告本爷王。老人家放了我吧，放了我吧！哼，你这个小野的东西，罪该万死！徐太公，连天大父母，再在这冤枉的呀，冤枉！请他，哼！你把那个野婚子藏在家中，你还请吧？徐太公，他连学不过鬼子子，不可！你为何不去要月莲的好样？他逆死所通，传夫三世，杀死雷方。可是你来呀！将这个不管不洁的东西吊在祠堂门口，死守3天。儿啊！徐太公，徐太公，大婶儿啊，你在领导为官月莲，这祠堂嘛，就不必去了。徐太公，晚辈与姚子相告。你有什么要事啊？我女儿她，月莲她死得光彩，死得好啊！我已曾包官府，要为她列征集拜访，我要找一个连女苗。哦，徐太公，我女儿她。你要明白，女儿死了，千好万好，这是大家为私，那可是我们丁家家族的祭祀大寿。徐太公，徐太公。
许下排位藏月莲，怕只怕风声路，月莲她要做村林第二层。你可听见了？村里妹妹真是命苦。你这一回来，自保不知乎了。弟弟，快到寺堂向九太公说明真相去吧。已经晚了，什么也说不清了。儿啊，九太公以珍宝官府为你列证据拜访，去找烈女苗了。哦，弟弟，我不是烈女，不是烈女，不是神。为了保全丁家的清白名声，眼前只有一条路了。一条，你快跳进莲花湖，与你姐姐走完去吧。
要故作轻佻，比女儿也灵旺。你明知有脸谁为求？为什么不愿在儿上祠堂？女儿我结把陆军的转成文，幸福亏得高，谁犯错归谁刚刚缺，死亡全是冤枉，自古到不得不生自求的。怕为留下女儿，长伴西边途。弟弟只愿你也不亲人了，真傻的让你去死啊！我不曾自夜半更生，去找燕西瓦公子。女儿不去，为何不去？弟弟，请儿啊，弟弟去不了你了，弟弟。这八字可是，你却是挑尽往后，也洗不清了。弟弟，事到至今，别无选择，你只能跳进烈火屋了。我不去，我不去。也罢。你不去，那就让我去吧。弟弟，你更不能去呀！我不能去，你不愿去，这天一亮，什么都来不及了。弟弟，儿啊，定家死得清白名声，恩非报洁，全在你一人身上了。弟弟，求你了。
孩子的梦。
琪琪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
安雪烽烟，烟雾修文佛生言。今生有幸奉明君，忠心报国铁得见。那也就啊，
也罢，老爷上朝辛苦了，还是娘我来。哎呀，老爷，小星星，我的新官报飞呀！重点汉子配才女，先是修来好福分。你待我偏要文案多辛苦，你为我劝文案今朝饮。好一个贤妻良母，也难做，请随我深深一拜表忠情。老爷，妻子老。今日考人，忘不了莲花不快的心声，忘不了你摔马赴千里迎。此今日富贵岂用谁望风啊？谁人再过来欺凌？我与你命相依来，心相印呀，恨不能生生牵在如故去。我是玉儿。
今日朝堂之上，万岁颁下一篇文章，你们五百官用心所读，明日还要朝堂考答。请夫人指教吧。哪里？揭晓信人。老爷，这篇文章是后人所写。皇上普告了用的新任礼部侍郎张大人。这位张大人就靠此篇文章备受万岁恩宠，青云泽绕，威风得很呐！怎么，老爷，这篇文章乃是抄来的？抄来的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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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堂堂礼部侍郎竟为去抄别人的文章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老爷，当年我弟弟曾写下一篇得意之作《揭晓论》，可这篇揭晓信论只了一个姓字，与我弟弟所写也是不差。你可看得准？看得准，记得清，记得清。怪不得我看那位张大人总觉得有些面熟。启禀将军，礼部侍郎张大人前来拜访。有请。是，有请。你暂且未必。请坐，请。张大人，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？下官特地登门拜访将军，不敢当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拜君户口来，没想到三大王当了大将军。他应该朝人文章偏功，幸亏那恩师岳父名贵，至今同场都是山，月连朝思不对分。大人，严将军，你可曾等我担离尘？我所人言天，张马生。严将军，我们可是初次见面呐？不对吧？我们不是早就当过教堂了？丁子将军神出神了，神出神，我可记得你不信早。
凡有这篇，皆小心了。请将军多多指教。你是从别人那里抄来的？这文章是万岁御的钦点，尽管有人恶意攻击，请将军交出此人，我要当堂审问。要审，要审，要问，要问，有请夫人。哇，圣卿，你怎样？不，问了是夫人，夫人，夫人啊！恭喜你晋升天下好人，大难的事当夫人，夫人啊，只怪我当年理不正，自顾自己不顾人，啊，夫人啊，人比人言总有错，快用从不令送陪来去火不用情，苦了计难得燕将军，你真的长的面君么？你害怕了？我害怕。你笑我想你们自己有罪不自罪，反拿别人去问罪。我们亲亲爸爸，后垂自由。请问殿将军，他是什么人？堂堂的将军夫人？不，他不是人，他是个早已死去的烈女。丁家所长封你烈女，已在莲花府本朝其庙宇。你身为将军，竟将烈女进我上轿，当他放屁！话等起，更有夜间，当今万岁，
已经虐死虐恋，为天下女子典范。若是今边高挂连营庙前，你欺君罔上，该当何罪？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！常言道，与人为难，与己为难。与人方便，与己方便。这件事，你就看着办吧。你尽管倒打一耙，要下起我们来了。我且问你，当初是谁也是羞辱卞留莲走上了绝路？没有你，他会当什么烈女吗？万岁于此进变，不是你种下的红根吗？这件事我只为救命万岁，而你当年掩害了我的手眼的这笔血债，你还得清吗？如今你有虚他文章伪造本，欺君罔上，该当何罪？这个，哼，我倒要看看万岁爷到底是听你的，还是听我的？走，你与我一同上天面去。要去，要去，一定要去，一定要去。好，且看若是谁是。万岁有旨，吏部侍郎瓦人杰，阴谋列界混着造反，欺君罔上，贼官犯事。替将军报国有功，加官进爵，将军夫人蒙在为求，龙心领命，于是玲珑不撇，黄金千两，以君外销。
启禀太师，田将军与夫人一道。有请将军夫人。拜见老太师。罢了，罢了。谢太师。将军夫人，老臣要恭喜你喽！多谢万岁圣恩，太师哎。免礼，免礼。将军夫人一路辛苦了，谢请一旁谢谢。老臣与李将军与军购他日相赏。遵命。太师，星夜到此，不知有何调遣？太师，叶将军，你夫人与华人前哪张案子？老子万岁敬退两难哦。万岁不是已经颁旨两案了吗？不，此案废了。怎么？你想想，幸遭列国畏惧，兴亡龙为你问，可是万岁总要个礼部侍郎，是个假的。御史禁闭，封了个烈女，又是个假的。太师，实是采阳开去，满朝文武，必有非也。进口玉叶曾假话，玉门王子分不清，怎能自高安邦平天下？太师，莫将丢胆不问。3日万岁平了假案冤案，不是更得民心了吗？自古至今，只有臣民之故，哪与君皇之仇？太师，万岁为了此案，才遭老臣进宫灭世，才拿听了旨意，才下了2句话来。哪2句？华人前不可不知。这烈女庙不能不报。太师，来呀！为了报子皇上军必成为，报子烈女庙前去相护，万岁才到老臣送来御酒一壶。太师，你去夫人下去，我这场风波就这样悄悄地一了罢了。太师，有点心不无辜。太师，你要上天灭君！太师，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再到万岁面前将功击罢，金口一开，这副是血。太师，国家大人，岂可不
去，儿女请堂。我对多爷，才给抗子埋满堂来。
好好莲花，你姐姐不怪情。